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7月30號星期四。今日嘅重點新聞有：胡志偉上星期喺倫敦入境受阻，一度收到遣返令。佢尋日發出公開信，感謝奧爾頓勳爵向英國內政部介入後，令佢最終獲酌情批准留喺英國半年。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公布最新書面公詞。區議員黃碧嬌、梅小鋒強烈否認主動收集授權票或者利益輸送。承建商宏業董事侯華健強調投標過程絕無不當關聯。首先，再跟進翻前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喺英國入境受阻事件嘅後續消息。胡志偉尋日發出公開信，感謝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嘅關鍵協助。胡志偉形容奧爾頓勳爵嘅迅速介入，為佢一家人帶嚟咗改變一生嘅轉機。喺機場入境受阻嘅頭3日，佢經歷咗極大嘅困難，而奧爾頓勳爵喺佢最艱難、最黑暗嘅時刻，展現咗仁心同埋果斷嘅行動。佢表示感激不盡。胡志偉提到，奧爾頓介入嘅成果係立竿見影。原本胡志偉喺倫敦希斯路機場入境嗰陣，邊境部隊發出遣返令，護照亦被沒收。但係當奧爾頓勳爵幫手聯絡咗內政事務國務大臣漢臣之後，內政部隨即作出處理，令胡志偉最終成功攞返護照，並獲酌情批准按免簽慣例喺英國逗留半年。除咗奧爾頓，胡志偉亦特別點名多謝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行政總裁培倫德，形容對方提供咗迅速而出色嘅支援。另外，胡志偉嘅前黨友，已移居英國嘅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嘅社交媒體發文話，其實胡志偉出發之前已經通知咗英國駐港總領事館，對方亦有知會機場邊防，但係問題出喺個系統度。邊防人員電腦雖然收到通知，但相信只係一個警示，而唔係一個要求直接俾佢過關嘅提示。結果個警示反而令到邊防人員起疑心，對胡志偉盤問咗好耐。李永達仲提到，當時現場其實有一個英國外交部嘅初級官員，由於職級唔夠，佢見唔到邊防嘅當值指揮官，所以幫唔到手。團隊一度想保持低調處理，但過咗幾日都未有大臣介入。李永達就話，佢從政幾十年，從來唔相信單單有法律根據、道理就能夠改變政府決定，一定要加上政治壓力。之後件事嘅轉捩點出現啦，團隊聯絡咗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行政總裁培倫德，由佢揾到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幫手。奧爾頓勳爵即刻寫信俾內政事務國務大臣漢臣，漢臣喺幾個鐘頭內就回覆話會處理。最終喺本周一中午，內政部正式書面通知取消遣返令，胡志偉可以即時攞返護照，並獲酌情批准按免簽慣例逗留半年。除咗胡志偉嘅個案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 BNO 嘅入境程序。英國內政部向追光者確認咗 BNO 護照持有人只要係以真正訪客身份入境，只要符合資格，係可以抵英之後先申請 BNO 簽證。不過內政部發言人亦都強調，任何入境人士都要符合相關要求，例如做訪客就要打算逗留後離開英國。如果未符合要求，申請係可能會被拒絕。當局會審視每宗個案嘅實際情況。轉去跟進返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嘅最新進展。尋日29號，委員會喺網上公布咗多份重要嘅書面公詞同回覆，入面涉及民建聯2位大埔區議員黃碧嬌、梅少鋒，仲有大維修總承建商宏業嘅高層。前法團顧問黃碧嬌喺提交嘅2份回覆入面，明確交代自己係喺2021年11月，應當時法團主席鄧國權嘅電話邀請，先至以區議員身份義務擔任法團顧問。佢強調自己嘅角色只係協助社區溝通同聯絡政府部門，絕無任何行政決策權或收取任何報酬，亦都從未參與挑選承建商、評審標書或編製預算，仲話完全唔識承建商同工程顧問嘅負責人。至於收集授權票爭議，黃碧嬌喺回覆入面強烈否認團隊有逐戶洗樓或者威脅居民交票。佢解釋，
團隊收票主要係透過街站、辦事處代收或者信箱投遞，而家訪對象只限相屬街坊，涉及嘅授權票不多於10張。佢亦否認過派發福袋換取授權票，聲稱派福袋係同民政處合作嘅社區活動，同大維修招標無關。根據佢嘅數據，喺2次特別業主大會入面，雖然團隊處理過100張授權票，但明確指明授權俾佢本人嘅其實只有20幾張，其餘都係轉交俾法團委員。另一位區議員梅小峰亦都喺回覆入面話，自己對工程招標過程不知情，從未就遴選承建商或者標書評審俾過意見。對於協助居民申請資助吸引授權票嘅指控，佢就解釋話，協助填寫申請只係常規嘅便民服務，並強調辦事處同事從未主動向居民收授權票。而大維修承建商宏業嘅董事侯華健，因為聲稱身體不適而冇出席聽證會，只係提交咗書面證人供詞。佢話公司有明確分工，佢自己係專注業務同財務發展，宏福苑呢類項目嘅日常營運同合規工作係由另一位董事何建業負責。針對委員會懷疑佢同另外4間入標公司有關聯，侯華健就解釋話承建商之間互相認識係常見現象，但強調宏業喺投標過程中絕無利益來往或不當關聯。佢仲提到，據佢所知，工程顧問鴻毅原本係傾向由另一間公司中標，所以宏業同鴻毅只屬商業競爭關係。至於宏業嘅刑事紀錄，侯華健重申喺同法團會面嗰陣，其實已經主動說明過公司曾經幾次被發傳票定罪。下一則新聞，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信將會由聽日31號星期五開始提早退休。陳家信今次提早退休，係因為佢過往喺撰寫判詞嘅時候，多次出現司法抄襲嘅情況。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嘅要求之下，陳官最終決定提早離任。今日係陳官退休生效前嘅最後一個工作日，佢仲喺高院處理緊一宗涉及台灣居民喺香港國際機場販毒嘅案件。去到中午食飯時間，陳官同歐慶祥、周家明等另外3名法官，好似平時咁一齊離開法院大樓出去食飯。面對記者多次追問，例如而家嘅心情點樣，會唔會覺得係被逼退休，或者係咪平時工作太繁重等等，陳官一律都冇正面回應，只係重複話，就呢件事，我唔會有任何 comment。對於陳官咁突然提早退休，司法機構早前話會作出相應嘅安排同調配，務求盡量減少呢件事對法庭運作嘅影響。至於佢處理嘅最後一宗案件，案情指被告涉及非法販運890克可卡因。陳官喺判刑時提到，考慮到涉案毒品嘅數量，案件涉及跨境元素，加上被告及早認罪，可以獲得1/3嘅認罪扣減，最終判處被告監禁12年4個月。呢單案原本涉及3名台灣居民，不過除咗今日判刑嘅被告苗其雲認罪之外，另外2名被告早前已經被陪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。下一則新聞，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今日公布咗2025年嘅自殺數據。根據死因裁判庭嘅臨時統計，香港舊年一共錄得1019宗自殺死亡個案。雖然整體自殺率係每10萬人有13.57人自殺，錄得自2020年以嚟嘅最低位，但如果對比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嘅全球標準8.9人，本港嘅情況依然係相當嚴峻。防止自殺會形容目前嘅趨勢係整體回穩，局部惡化。最令人關注嘅係兒童及青少年組別，0至19歲嘅個案由前一年嘅35宗急增到47宗，升幅超過30%，亦係唯一一個錄得顯著上升嘅年齡群。呢個組別嘅自殺率去到4.72，創咗近10年嘅最高紀錄。喺自殺危機處理中心處理嘅個案入面，19歲或以下嘅求助者以男性佔多，比女性多出2倍。佢哋面對嘅主要問題依次序係家庭29.4%、精神健康20.2%，同埋人際關係17.1%。至於長者方面，
70歲或以上嘅長者，雖然自殺率錄得近10年最低，亦係連續4年下跌，但2025年仲有257宗個案，依然係所有年齡組別入面死亡數字最高嘅一群。而20至69歲嘅勞動人口，自殺率就普遍回落，當中40至49歲呢個組別更加顯著跌咗超過27%。面對青少年自殺率上升，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鄭仲提出咗幾項重點建議，包括擴展3層應急機制，建議政府考慮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為協作單位，恆常化校內支援，建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及介入服務恆常化，並完善學生自殺數據嘅收集機制，亦都要投放更多資源喺家庭治療，推動家長覺察同埋家庭教育。防止自殺會強調，防止自殺唔可以單靠一方，一定要透過跨部門、跨界別、跨專業嘅協作，先可以為喺暗處掙扎嘅生命建造一個足夠堅固同埋有希望嘅安全網。佢哋亦都呼籲大眾，當身邊人感到悲傷失意嘅時候，最關鍵嘅支援其實就係陪伴。轉去睇下，最近消委會聯同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測試咗10款喺香港有得賣嘅特濃咖啡機，價錢由最平649蚊到最貴成23,880蚊。雖然大部分樣本整體表現都唔錯，攞到3.5至4分，但原來平機同貴機之間喺穩定性同功能上有幾大差別。講到全場表現最突出、性價比最高嘅，係售價6,888蚊嘅全自動機 DeLonghi Revelia。呢部機操作好方便，連續沖咖啡嗰陣，咖啡溫度好理想而且好穩定，加上佢啲奶泡質感綿密，慳電表現亦都好出色。反而成場最貴，賣成23,880蚊嘅瑞士 Jura J10，雖然佢運作嗰陣真係好寧靜，但品評專家就話佢整出嚟嘅奶泡份量偏少，質感比較稀薄，反而咖啡味就太濃烈。今次測試入面，最令大眾關注嘅係溫度穩定性。研究指出，品嘗特濃咖啡嘅理想溫度應該係67度，但係好多半自動機連續沖調嗰陣，溫差真係好誇張。好似最平嗰部649蚊嘅小米 CME003，第一杯同第3杯嘅溫差竟然去到12.9度，可能會影響咖啡風味。不過小米喺呢組入面勝在最慳電，預熱加製作咖啡只係用咗3.59 WH。同樣有溫差問題嘅，仲有賣成6,180蚊嘅 Gaggia RRI 9481 Classic E24，溫差去到12.5度。而且消委會話呢部機除咗水缸拆裝唔方便，連除舊程序都好繁複，總評分係全場相對最低之一。而意大利品牌 Smack 賣成8,800蚊嗰部，萃取溫度偏低，得53度至61度，慳電表現亦都唔太理想。消委會提醒大家，全自動咖啡機可以一鍵操作完成磨豆、填粉同沖調，適合追求方便嘅用家。而半自動機就講求用家親自參與，風味變化會大啲，適合鍾意享受沖調樂趣嘅朋友。大家買機之前，最緊要按自己對操作方便度、風味要求同埋預算去衡量。最後睇埋股市表現，今日恒指走勢相當反覆，高開67點之後，最高見過25,971點，不過下晝就曾經跌過150點。最終收市報25,858點，升咗50點，升幅大約係0.2%，成功錄得連升4日嘅佳績。今日大市成交依然暢旺，有成3,048億元。科技指數嘅表現就比較遜色，收市報4,803點，跌咗1.25%，仲跌穿埋100天線。國企指數就升咗21點，報8,644點。新東方喺公布業績之後，股價狂升，升咗差唔多19%，係表現最好嘅藍籌股。至於騰訊升1.1%，京東升大約2%，但係阿里巴巴就跌咗超過1%，小米亦都跌咗2.6%。由於大陸6月手機出貨量下跌，舜宇光學跌咗6.5%，中芯國際重挫接近8%。
係表現最差嘅藍籌。另外，今日首日上市嘅新股中製旭創表現亦都失色，收市報960蚊，跌咗大約2%，跌穿咗招股價。今日北水淨流出咗85億7千萬元，係連續第6日流出，創咗4年嚟最長嘅流出紀錄。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守護真相，永不放棄。我哋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，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。聽晚再見。